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培养书刊福气来源。讲到我们高雄的六队乡镇，大概马上会想到是米农。不过喺三队的地方啊，还有两个乡镇哦，就是我们的甲仙同三那。尤其喺我们甲仙，除了头摆生产有一定的出名之外呢，其余还有梅的啦同笋的也都有品质一定好的农产品哦。今日我们就邀请一位在地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地位。佢唔但唱係我哋在地嘅農夫，甚至於講佢係在地嘅荷蘭人員哦。哇！今日都特別邀請佢，同大家來好好講一下佢這個嘅故事，順勢帶大家來去聊聊一下甲仙吧。今日來分享我哋來自甲仙嘅唱甜店阿德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甲仙的唱甜店，我現在在自己有開一家阿德農場。哇！歡迎阿德哥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哦，對甲仙到我哋一個錄音地方親熱吼。還好還好。因為頭先我有講到啊，我哋除了米農，有對除了米農之外，地位還有三都嘅地位，兩個鄉鎮都係三那同甲仙嘛。因為佢喺三都嘅地位，大部分朋友可能對佢兩個鄉鎮都冇乜嘅熟悉。不過大家第一講甲仙最出名嘅都係有嘅啦，同冇？大家會去世界有嘅邊。阿德哥，我想請教一下正問上下這個都係甲仙嘅菜體呢嘛？頭擺有出去工作也係讀書過嗎？是我國中畢業，當然甲仙最高學府就是國中。國中畢業是大家都一定要出去讀書。我讀書完，我在台北當憲兵，然後當完兵也在台北工作一陣子，工作2年之後才回到高雄。前面聽阿德哥安尼分享啊，本身甲仙嘅菜地呢，唔止講要出去工作講冇，冇想到還要出去讀書啦，工作再轉過來我哋甲仙咧。不過怎麼嘅轉過來甲仙之後，會選擇來做一個農場嘅工作呢？剛開始也不是從事農場，剛開始我是在街區開小吃，做事咧，對，路邊小吃。那完了之後碰到什麼？碰到8·8風災，整個街區整個都沒落，所以我才改做我們街區做我們當地人的生意，就晚上開牛排。對，晚上開牛排，到了前幾年，又遇到疫情。遇到疫情怎麼樣就沒辦法經營，就牛排館先停了之後就想說，爸爸那邊有一塊地，就是之前種芒果，因為芒果要噴很多藥，我想說來改種一些比較不用農藥的，然後想說，做一些想說種芭樂很多人種，那其實我沒有種過，我想說芭樂應該農藥不需要那麼多，種下去才知道。芭樂就搞剛青島功夫了，超嘅。對，就是它必須要噴藥，必須要定時施肥。大了之後必須要去包。芭樂必須要包，因為有蟲害。包了外皮才會漂亮，所以說它很費工的。最重要，但是要很多水。它必須要淹水，它必須要差不多1-2個禮拜就要淹水一次。我那個地就是比較不適合種芭樂，因為我那邊是石子地，那邊水很快就被吸收掉了，所以我的水不夠。所以我後來想說，來改種。那時候就流行黃金果，那時候流行那個新品種也叫做牛奶果。我想說，可以來試種看看。然後種了就是3-4年前種了之後很好，差不多3年後才收，就去年才開始收成。其實不錯，價錢很好，然後它也很好吃，它就是它的膠質很豐富，還有很豐富的膠原蛋白，對，很豐富膠原蛋白，然後它鐵質很豐富，所以說我慢慢現在就是之前試種了15顆，已經在收成了，就不錯，然後現在就是有買小苗，就是剛開始有在慢慢的增加當中。
安尼这个通风了呀，更加农场地杯沿线迄种个迄腊八嘞，更加种个迄那个黄金果同牛奶果，安尼更加两种拢含有嘛？有，我是这样子啦，是我芭乐是慢慢在淘汰当中哦，因为那边就是我当然会留一部分，然后慢慢淘汰中，我会慢慢的改种别的水果，像我目前也有种那个榴莲蜜，叫榴莲菠萝蜜，它是改良，就是有榴莲味道的叫榴莲蜜，它其实也不错，但是还没有开始长果。现在目前2年，对，现在还在试种当中。就是我试种可以的话，其实我有一部分可能会种榴莲蜜，然后有一部分就种黄金果跟牛奶果。这个头都讲到按遐几种嘅农产品啊，对遐个牛奶果同黄金果一点点感兴趣呢。从嘛讲牛奶果同黄金果遐两种嘅水果，佢提嘅种嘅风类，基本上嘅气候条件啊，匹配适合价钱嘅地方嘛。对，很适合。其实它是热带水果，但是我们台湾是慢慢在走向热带了。现在台湾就不是夏季就是冬季，根本没有春秋了吧？我们做个听人哋嗰边天气尤其係安尼啊，人哋冬天像寒流落嘅時節，像我感覺18涼寒熱咧，時間時節都冇啊，人哋短袖嘅做嘅都快出門。你現在我們的毛線衣都沒有再穿了，就沒有用到，沒有穿到，就是慢慢南部地方慢慢的天氣轉向熱帶，所以說其實熱帶水果，甚至我有種貓山王，我種榴蓮，但當然榴蓮它必須要蠻久的時間才會長果。我甚至有試種幾顆榴蓮，貓山王，就是應該還可以啦。就是說目前的話，屏東有人種成功，南投那邊有人種成功，就是榴蓮。他就說這些熱帶水果，東南亞熱帶水果，在台灣現在還蠻盛行的。你前面有講到講臘八的，因為佢有個濕水啊，又係濕皮料呀，就嗰種像前面都同佢轉型嘛。牛奶果同黃金果有個量嘅，其實濕水唔會清多嘛，佢共用係熱帶的水果嚟講。還是會啦，就是黃金果跟牛奶果，它當然吃水不用像芭樂這麼，它要去灌溉，它不用，它就是偶爾定期澆水就可以，或者它長果的時候定期澆水，這樣就可以了，就會長得很漂亮。那今年有貼配的평春花嗎？有，它還是有，它還是要包，它還是要包，它跟芭樂一樣，就是差不多在50元大小的，它一樣要包，它一樣是果蠅，也會叮。當然幾溫用就會裡面會生蟲，然後當然外皮也不漂亮，對，還是要包。嗰時候都會有一個順勢都做嘅。對，牛奶果同黃金果係啲啦，糖風嚟佢都係攞俾康康嚟旺旺嘛。牛奶果呢，其實係用嘅。它是紫色的，它很漂亮，它也有大的牛奶果，有一顆1斤多的，也是很大，很漂亮。它也是一樣，它也是當然它是東南亞那邊的水果。那來這邊的話，就是還蠻適合我們這邊的南部的氣候。嗰時候有兩種水果裡，佢都貼配有一個人講嘅膠原蛋白啊。對。吃後來都會黏黏。對。係咪？吃了對，嘴唇會稍微黏黏的。對。哇！你唔掂黏都是講，哎呦，奇怪樣嘅食嘢嘅，親像人嘴唇本嘅膠水啊，你黏頓嘅咁樣，係嘛？不會啦，現在就是有改良種的，就是它的黏度不那麼高。但是它的膠原蛋白又更豐富，然後又大顆。你佢假使講種下去啊，都近間1-2年可以熟上啊？差不多3年。共用攏係3年，差不多3年。一百大可以打1斗籽啊？1顆黃金果如果大顆的話，100-200顆沒問題。哇！它會生400-500顆，我是疏果，把它疏掉了。我現在小顆的黃金果也差不多，讓它會結100-200顆的果，我打掉，我要讓它留在樹差不多50顆到80顆左右，因為樹越大，我留的果就越多了。我最小的果可能就是留個50-60顆，現在大的果可以留到300顆。
哇，安尼整理好势了，本期讲营养可以够充分的话，含有三宝了安尼安度哦，一条书的安尼。对，还蛮会生的。一年四季地杯，哪个时间给大致的时间？差不多9月、10月、11月左右，它的产期。哦，有个产期在秋冬。对，秋冬。那牛奶果就在过完年，差不多4月左右，它的产期牛奶果，所以它2个产期有错开。安尼讲好了，今年六坑还可以都太半年都可以输上的吼，都唔是讲魔术呢。对。哦，其他保存会归落，因为现在种贴片丰富胶原蛋白，皮又泡泡的嘛吼，佢保存好了，会唔会归难保存？在摘熟的时间会特别小心嘛？需要，它需要，所以说它需要包它一样，它用像包芭乐一样，里面要套一个保丽龙，外面再套一个袋子。所以你采果的时候是连保丽龙一起放下去，这样就不会伤到水果本身。哦，对，你如果要换包装的话，一样要套一个那个保丽龙，这样就不会伤到。哇，观众朋友，原来阿德哥其实在农场里边还有按特别的水果呢。不过嘉贤啊，同阿德哥其实在农场还有哪一条的特别的东西呢？还係講特別的故事，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节目底部阿德哥分享的其个农场哦，底部有种的黄金果同牛奶果一种特别的水果。不过除了安尼之外呢，我还看到阿德哥有带来特别的东西哦，继续来请教佢，其他个农场底部还有哪条好料的吧？阿德哥，根本你呐，我看到带过来的，唔系讲黄金果同牛奶果可能时间还唔真多嘛。不过我看到有个，一罐一罐呢，唔可以同人哋小姐啊讲，嘿咩也系人家农产品底部农场底部生产农产品做出来的呀。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其实我园区里面也有种梅子，梅也有，我加上跟你嘛种鬼豆嘛，也有种橄榄。橄榄哦，对，就是做蜜饯那个橄榄。哦，对。我给也有一个青少年种的呢。对。然后当然也有我们甲仙的麻竹笋，就是很丰富的麻竹笋啊，还有一罐野蜜。因为我从小跟爸在山上，就是爸也会去抓野蜂，所以说从那边也得到一些抓野蜂的知识。等一下阿德哥，头都讲那个笋呢，迄有个泡泡嘅中间嗰个，我看得出来，嗰个笋的嘛。笋后嘅干哦，唔系嘅梦里种哈。唔系，也系笋呢。白色这一品是酸笋。酸笋。对，酸笋。当然它做法不一样，这个是酱笋。酱笋就是它的工序比较繁复了。但是它好吃。其实为什么会做酸笋，会做这样？因为以前的人啊，家里没有冰箱。所以说这些笋子它的产期就差不多2-3个月啊，所以它怎么去保存它？所以就以前古早人都是很聪明的，就是用黄豆下去举了一个让它发酵的一个东西叫绿布。你啲人哋下巴按到绿布，走，对，让它发酵之后，它就是必须要放盐、放糖，然后少许的那个甘草，让它干那个好吃一点，味道干一点。所以说它做起来它可以保存很久，1-2年都没问题。所以说以前人没有冰箱，就是会做一些酱笋，那个做一些酸笋、酱笋炒菜啦，或是说去山上，就是带便当，像我爸我妈做我爸的便当，他去山上带便当，就是用酱笋，然后拌一些香菜，就放在饭的中间，就很下饭。糖多都好难去经历出来。对，很下饭。感觉都quite好吃。不过阿德哥等一下唔头都有讲到嘅，人哋嘅酱笋其他嘅工序其他嘅功夫嗰度嘛一般来讲差唔多作为1-9个可以食啦。
降笋就会比较久，降笋差不多半年就可以吃，但是半年就是不那么好吃。降笋放1年最好吃。哦，加个米头跟一皮耶，生一皮耶。对，那酸笋的话，原则上就是3个月它就酸了，就可以吃了。但是还一样，放半年，风味会更好。啊，你用一九加个米头会不会也好吃？还是个有一类时间的限制？不会啦，其实笋子它本身就是它是苦的，也都是出清的嘛，是苦的。你放越久的话，它本身它就等于是杀青的效果，就是把笋子那个青涩味道去除掉。所以说你要放一段时间，你不能太快吃，太快吃像笋子，3个月都可以吃了就酸了，但是它还有一点点的青涩味，就笋子的那个青味，青涩味道，所以说放半年最好吃。那降笋的话，因为它必须要发酵时间比较久一点，就放1年最好吃。当然半年就可以吃了，就1年最好吃。当然我们马祖笋，产期的话，我就有带马祖笋的 DIY， 带客人怎么去割笋，怎么剥笋。剥完笋之后，他如果要带回去要马上煮，我就现场煮。要做那个降笋 DIY，那我就教客人降笋 DIY。有请到你来教一个体验吗？有啊，我们当然会透过商圈，会透过爱乡甲仙爱乡，来举办这个活动。如果说想要来报名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甲仙爱乡，我们定时出来。网络上我有消息可以看得到。对。阿弟哥，等下几多钟呢？头都可能在手机也都同時嘅時間嘅頭都談到，還有講到一啲椰嘅蜂蜜，錯冇椰蜂蜜。對。椰講無所謂，唔好同人講記錄嘅蜂蜜哦。你看出來剛講係主餐嘅產品呢，佢係蜂蜜嗎？沒有錯，這個就是椰蜂蜜。母呢？我1年4季去採的椰蜂蜜，顏色、味道通通不一樣。對，就是百花蜜，就是野生採的。那這一窩呢？這一窩我去山上採的，一打開的話，它蜜真的是就是黑的。它應該就是2、3年，2、3年的蜜，就是比較黑。點解老闆還前面都野生嘅蜂蜜的？會啊，就是不好找啦，就是那個要很敏感，就是說你經驗要很豐富，要找野蜂的話經驗很豐富。野蜂有它的固定的蜂路，所以你去山上找，当然很多方法，你可以诱蜂，你可以带一些蜜皮下去诱蜂，诱蜂来的时候，蜂的视力不好，但是嗅觉很好，所以你带那些草皮去的话，就是里面有那个蜂蜜的味道，那很远就闻得到，就下来之后，一只下来，它回去抱。他会去窝里面报说，这边有那个蜂蜜，那个蜂巢，说他会去跟他的兄弟姐妹讲，这就整个飞过来，我们就看他的蜂路，看他飞多高，就可以找到他的窝。你聽到人給人鬼嘢都錯嘅。對。人給人也佢講咧，看到係個好事的一個。就睇架過來識得鬼嘢，都本人聽到人鬼嘢，就本尋到幾個屋嘅都鬼嘢都拿到誒。對，其實我們在野外抓野蜂的話，我們不一定會把蜜蜂也帶回來。我們會帶回來是說它的那個環境不好，那個環境它的蜜源植物不多，所以它採蜂量不好，所以我會把整窩帶回來。整窩帶回來就是連蜂，就是一窩蜂裡面就一隻蜂王，它會那個分泌費洛蒙，所以說你抓住蜂王之後，把它吊着呢，它全部的蜂都會集中在這邊，所以你可以把整窩帶回來。對，再回來我們蜜源比較多的地方，我蓋好他們的房子，就讓他們住，就可以帶回來一樣。你阿弟哥，人攞杯去樹嘅蜂蜜嘅時節，人哋一講，人燒嘅嗰種蜂蜜蜂農啊，佢哋會準備好嘅蜂巢，係一片一片咧，個好樹。睇攞杯花，如果冇安尼一片一片啊，人睇樹嘅時節係用板一樹，會唔會幾困難啊？其實不會啦，其實
改良蜂，意大利蜂就是蜂农他自己做巢片给他们做。野蜂，它会自己造皮，所以说我们在收的时候也要分开哦，就是说一个巢皮里面上面是蜜皮，中间是粉皮，下面是籽皮，所以我们把这片割下来之后就要分开了，就是蜜另外放，籽皮也另外放，籽皮它就是它的小孩，它小孩不能跟蜜在一起哦，那很容易发酵，蜜会坏掉。如果品质会输到影响，像我当个的麦从个粉嘛吼，其他人都安尼输风来都好的。对。安尼睇诺贝修个蜂的啊，同一般的安尼修个蜂的品种系咩共样？不一样。冇共样哦。不一样。通常我们农民在养的蜂是意大利蜂，它是外来种的意大利蜂，它比较大，当然它采蜜也很凶悍。它会赶那个野生的蜜蜂，但是它的就是一瓶蜜里面它整瓶蜜都是酵素，所以我们吃它的酵素嘛。你知道蜜为什么不能用热水泡吗？因为其他的地方个营养会被热安尼破坏啊。对一般就是说酵素，完全是酵素的关系，因为一瓶蜜里面都是酵素，它酵素是活的，活的你用热水的话就破坏酵素，酵素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吃就吃它的酵素。那为什么我们野蜜那么贵？是这一瓶我要卖1500，而且是来排队跟我现在已经预约到明年了。因为它量会少啊。对，量也少，然后就是它品质好，酵素多。像我们野外采，我们1年就采收一次野蜂蜜嘛。所以说，如果发现每一只蜂里面都有个蜜囊，它采完蜜之后，它在里面发酵它飞回去储存，它蜂会储存蜜嘛，它储存蜜之后，它也会喂食弟弟妹妹吃，弟弟妹妹吃之后，吃饱了之后再发酵再储存。如果以次数来讲，我们酵素的次数，野蜂的酵素是差不多介于300到500之间。那改良蜂呢？蜂农它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东西？就是蜜。它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蜂蜜，所以说它要抢蜜啊。所以中部开花，赶快搬去中部；南部开花，赶快搬来南部采蜜，就荔枝、龙眼啊。然后蜂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说它的巢储里面，它如果满了，它的仓库满了，它采回了蜜没地方放，它就不采了。嗰时候人野生的同俗的行系有差别都超个啦。对。都是觉得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到农场来试看下先，有个野生的蜂蜜都係同人一般的有冇嘅冇共用嘅。没问题。歡迎。哇，觀眾朋友，唔但像前面講嘅水果按貼嘅，甚至於講德國嘅農場地方還有按貼嘅冇共嘅農產品啦，你看嘅筍筍啊、馬祖筍嘅薑筍呀的，甚至還有野生嘅蜂蜜咧，按好高按好是大家有閒嘅時間可以來去留料一下唔過除了其他嘅農場，價錢還有哪條好料嘅呢？休息一下，來帶大家去留料一下哦。第個睇上一段同人哋分享嘅佢自家農場地方嘅大大細細嘅農產品啦，也甚至於講有發通一條。唔過除了安尼，第個佢按摩行，做乜嘅行去做一個土壤人員呢？也點啊？我繼續嚟請教一下第個吧。第個，你自家農場地方，你看你做嘅按到嘅東西有按摩行咧，做乜嘅你行會想講去做一個土壤人員呢？其實導覽我們甲仙人口本身就很少。那就是缺導覽人員。其實我們這一代啦，我們這一代其實被趕得鴨子上架。都蠻有蠻講，找不到年輕人，真的找不到年輕人。在6、7年前，
或者甚至差不多10年左右，我们有请那个导览老师来教我们导览课，然后甚至陆陆续续教了之后，但是留下来不多，然后陆陆续续有一些生态老师，来教野外的一些动植物，然后教完之后，其实留下来也不多，那就是剩我们这些老人。那老人就是没办法，有游客来怎么办？我们就被赶鸭子上架。阿德你去，阿德，就是我对动植物也不能说熟悉啦，就是比较有兴趣。所以说就是那时候正流行我们的613是之前高雄县10大名山之一，很漂亮。就是它走能线的话，就是右边看南化水库，左边可以看整个甲线，所以很漂亮。就是去那边，而且那边很多原始林，很多植物，像我们台湾的一些10大一级木，就针叶林有5大一级木，阔林有5大一级木，那边就可以找到5种。那5种可以分享一下吗？对啊，那边就可以找到肖楠，那边可以找到乌心石，那边可以找到那个暖心吗？暖心吗是属于的黄连木。黄连木。对，它的中文名称叫黄连木。它可以找到牛樟，还有这种毛氏。所以你看那边613它不大它是那个阿里山山系阿里山山脉乌山山系的最后段了。最米细细安的一坨。对，所以说你看它那么丰富的那个植物，然后那边的动植物很丰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甲仙最漂亮的白云仙谷，它也很值得去。白云仙谷你想不到，在150年前就有一位摄影家去那边拍了一张照片，他叫汤姆森。去那边拍一张照片之后，就是我们甲仙文史工作者用古月老师去把那些照片，不管是老龙的啦，不管是甲仙的啦、六龟的啦，那个内门的啦，他通通一一比对去把它找出来，所以很不简单。他说甲仙其实白云仙谷是我们小时候的烤肉的地方啊。他搞一个高水啦，对，那时候还不认识汤姆森，还不知道，就是后来就是汤姆森有来台湾这边办展，结果竟然展出一张甲仙的照片。台湾8公年前，对啊，150年前是很不是，所以说我们文史工作者就赶快去追根究底，去把它找出来，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线。文化路线。安尼唐风咧，阿弟讲，这个对个土南啊，也各有兴趣，也分享因这个爱热情。这个带个土南的时节啦，有拄到个印象个层面迎合游客啦吼，问题也好啦，同回馈也好，有无影响个层面嘛？当然很多啦。就是说游客我带完，通常有时候也会带去我农场。农场就是有时候会再去看我的野蜂，那就会问，我妈妈，我亲戚有在吃蜂王乳，他就讲他的故事给他听，讲蜂王乳，原来蜂王不产蜂王乳，蜂王乳哪里来的？原来是每一只工蜂都会分泌蜂王乳，他就恍然大悟，原来蜂王乳是这么来的。还有他去看我的一些锯子，我农场那边有锯子，有没有好看的呢？对，我那些锯子都是100多年前的，那时候链锯还没有发明，就是一定人工的，像樟脑寮，要盖樟脑寮，就是工班要先行去盖樟脑，盖好之后有房间之后，脑工才搬进去住，才开始制作樟脑油。所以说那时候都是要背着锯子，不是背一只锯子，是要背10几只锯子，全面盖。你不同的锯子，它不同的功能功用。比如说有一种锯子就是5起啊，就是它是左锯右锯，突然一根大缺口，再来就是左锯右锯，叫5起啊。5齿，对。
对，那个无齿锯，它做什么功用的？为什么要发明那无齿锯？哦，原来它是在拉那个木屑出来。哦，一个木头里面就是有横锯，跟纵锯。你横锯的话，就是说它的木屑会比较多。你木屑多的话，你没有用无齿锯来锯的话，木屑没拉出来，就很紧。你拉2下你就累了，而且况且，对，况且那么大的树木，所以说你看它公班，还有一种就是说牛尾锯，牛尾锯它的铁片很大，下面是一排锯子，它铁片很大，它做什么用的？就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就是原来它在锯板。哦，本给切都悠安的一片一片。对，切板要装潢用的嘛。切板的话，通常你这边10公分切，如果是技术不那么好的话，切下去上面10公分，切到下面就变2公分了。哦，谢谢的。吃的一类都恰恰。所以说它锯子要那个牛尾锯来锯，这样才会平。所以它不同的工具功能都不一样。那你这个。关于那个游戏啊，去去收集书籍也得记的啊。对，因为我爸在年轻的时候待过那个木材厂，他说他有留几支给我，那我不懂啊，就去问一些耆老，然后翻书所以说都慢慢收集了10几年，才有那一片墙成果，就是功能就很齐全，我那边的那片墙的锯子功能全部都有。这个听到俺的分享啊，俺都明到个，原来俺们价钱唔係调白像中午的啦，其他的农产品也掉。今年听講還有做菊農，頭都講嘅樟腦有個工廠。對。哎呦，樟腦在日據時代，它是一個管制用品，它是軍事用品。樟腦它是一個炸彈的穩定器。所以說那時候。就2次大戰就是日本那个刚在那个战争嘛，所以说炸弹的需要量很大，然后樟脑又是炸弹的稳定器，所以说那时候台湾的年轻人会拉去做军夫，就是拿去当兵啊，拿去前线打仗。那还有一种就是你不用被拉去当军夫，留在台湾。制作樟脑油，它一样是当兵的，而且那个军饷，军饷还比拉去做军夫的军饷还高一点点。有这么？所以很多人会留在台湾就制作樟脑，就我外公就是脑工做樟脑，对。那从日本时代，从民国10几年开始，从北部开始砍伐，开始制作樟脑油，砍伐到南部来。差不多在民国25年到27年左右，南部人不会制作樟脑油，所以说请桃竹苗有一批客家乡亲就来甲仙定居，当做种子浇灌的，就是教，就我阿公就其中一个，就制作樟脑油，所以说他们是年轻人，然后就来甲仙，就娶当地的客家人。就是说，那时候有一批桃竹苗的移民，客家移民就是脑丁。如这时间对北部这边下到南部那边人，就是等于讲俺们更加讲的北客南迁都稍微。对。原来还有一层故事哦。不过更加价钱看唔到，有个产业，菊农有种产业的呢吼。因为民国差不多50年左右化学的樟脑出来了，化学樟脑出来，当然就影响到天然樟脑的，因为便宜。价钱便宜，味道浓，所以大家都买化学的，就是慢慢的思维，就是整个樟脑就产业就没落了，就没有再自然。你嗰種唔係帶土那咩時間，唔但將帶給人去看一個自然環境也好，生態也好，甚至係講唔會講到一段菊農啦吼，同甲仙有啲無共用嘅人文故事，係咪？對，當然啦，你甲仙它算是一個大熔爐啊。那就是有客家人，当然最刚开始就是平埔族嘛，平埔族原住民，那后来就是日本人统治之后，就是客家移民，客家移民还有外省移民。为什么会有一批外省人
来甲仙住嘞。嘿哦，这有没有哦？因为这个就是在南横在开通刚开始在开垦的时候，蒋经国总统就是带了一批外省勇士，来开辟南横，也是那时候都年轻人。来甲仙一样是就娶当地的姑娘，就在甲仙定居。都很难抬价，就这支持的个生根啊。对，所以说为甲仙，为什么还那么多外省人？就是那时候来开垦南横。然后陆陆续续到民国45年左右吧，又有一批嘉义人，港对，嘉义梅山啊、竹崎啊那边，移民来甲仙。为什么？因为那边的土地都差不多开发完了，甲仙还有很多土地未开发。嘉义人很厉害，他很会种植，所以他带着麻竹笋，过来这边插，他就是占地为王，就是插10甲就通通插竹笋，就变成我的。那时候还没有林务局还没有那么就是对，管理还不是那么严，就是占地为王的意思。当然后陆陆续续才开放租约地。对啊。原来甲仙鸦片安神奇哦，对。原来有按到的某种的族群对台湾开始强的使地给便宜，甚至于讲甲仙鸦片原来竹笋某一样的，甚至于讲后辈人带过来变成当地的农产品，係嘛？对，像芋头也是啊，像芋头也是从苗栗，就是那时候的老丁，老丁在深山里面制作樟脑，他的蔬菜全部都要自己来啊，自己种啊，所以就从苗里面带了芋头的种苗，那个芋头的那个用的啦，对，小苗，种在自家的门口，那个樟脑寮的门口，就当做蔬菜啊，当做它的食物的来源，食物来源，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想说，拿出来卖，拿出来卖，才能慢慢的，好吃，槟榔心芋，哇，好吃，然后慢慢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才发展成甲仙有名的名产。哇，原来还按呢，真是贵奇妙呢。观众朋友，原来呀，我们所认识的甲仙这个历史按神奇哦，悄悄的后尾人家领来之后，然后带入某种的农产品，才变成我们更加甲仙看到的呢。也更加也感谢我们阿德哥带来按精彩故事，让我们重新认识的甲仙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我们阿德哥，哇，带来按精彩故事，同按好的农产品分享，多谢哦。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来甲仙玩。我们出去聊之前大家更加认真欣赏来运动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喜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